大朋友、小朋友好。好。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待降节的第几个主日？第二个主日。所以我们点了几支蜡烛？两支蜡烛。待降节是为了迎接谁的降生？啊？耶稣。请问耶稣为什么要降生？耶稣为什么要降生？耶稣降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耶稣降生是为了什么？要当王吗？救世人。要怎么救世人？耶稣降生为了要完成一件最伟大、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情，就是上帝对人的拯救。所以意思就是耶稣要降生。耶稣要降生，为了完成一件最伟大的救赎工作。但是在完成伟大的救赎工作的时候，耶稣除了降生以外，还要做哪一件事情？被钉十字架。所以今天，爸爸在哪边？所以今天耶稣降生是为了要做王吗？不是，是为了要钉十字架。可是为什么耶稣降生要钉十字架，能够完成人类伟大的救赎？为什么？因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与人、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和好。不管是谁亏欠谁，不管是谁得罪谁，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动作当中，怎么样？和解了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，其实是耶稣降生最大的意义。耶稣降生不是要来当王，耶稣降生不是要来做伟人，耶稣降生是为了要让人跟人，还有人跟神能够和好。有没有人知道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？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？马槽。为什么是马槽？因为没有位置给耶稣，所以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，人有没有预备好？没有，人并没有预备好耶稣的降生。那人有没有预备好耶稣被钉十字架？其实也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点2支蜡烛？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当今天耶稣要为我们降生的时候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预备？祷告。还有做什么样的预备？大朋友，你为了耶稣降生做了什么样的预备？接受他，接受耶稣的来临。那还做了什么？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小朋友，你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为了耶稣的降生做了什么样的预备？准备一双袜子。啊？不是吗？准备一双袜子，准备装什么？装礼物。哦，有人做这样的预备吗？有没有人有大朋友有没有人去买圣诞礼物的？在点头了哦，已经花不少钱了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我们会为了圣诞节的来临去预备礼物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了主耶稣的来临去预备我们的心？我们的心在什么样的状态？不要看现在上面的小朋友好像爬来爬去，好像在那边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不要忘记。几年以后，这些小朋友都会长大。今天你跟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告诉我们的这些还没有懂事、还没有成年、还没有预备好的人，告诉他，我们一起为耶稣的降生做预备。
当我们预备耶稣的降生，请我们能够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为一件事情来预备。预备什么？预备主啊，愿我的心有空位给你，愿我的心有空间给你。我们一起来用这个来预备主的降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迎接圣诞节。有的人预备好了袜子，有的人准备好了礼物，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里有空间，能够让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这一次不要你降生在马槽，我们这一次要你降生在我们的心里，要你降生在我们的家庭，要你降生在我们的教会。我们知道你来不是为了做王，但是当你钉十字架的那一刻，愿所有一切我们所在你面前所犯的罪过全然抵消，愿你接纳我们的罪过。祷告、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